好啦，我哋做埋個拉筋就可以落堂啦。耶，落堂。咦，係咧，上次我請教過你，我啲做口朋友咧，成日都問我哋做咩運動比較適合嘅，你有咩諗法啊？哦，你講做口朋友做完手術之後嘅強化運動，其實佢哋帶住個做口袋一樣有好多強化運動可以做嘅。不如咁啊，你如果唔趕時間，我可以示範幾個運動俾你做啊。好喎，但等我拉埋筋先。好啊。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呼吸訓練。咁呼吸訓練係手術之後好重要嘅一環嚟嘅，亦都係我哋肌肉訓練好基本嘅基礎嚟。咁我哋可以用鼻吸口呼啦，好簡單。我哋企喺度、坐喺度，甚至乎瞓喺度都可以訓練到嘅。咁我哋鼻吸嘅時候咧，我哋需要3秒鐘。咁我哋心數嘅時候，數慢少少 OK 㗎啦。我哋可以數1001、1002、1003。咁跟住閉氣嘅時候一樣，1001、1002、1003，跟住到用口呼咯喎，1001、1002、1003。咁我示範一次啦，我會首先用鼻吸先嘅。咁樣我哋為止一次，我哋會做15次為止一組，咁每日做3組。大家唔好以為行路係好簡單啊！嚟緊嘅訓練咧，其實咧都可以大大增加我哋個行路嘅安全性同埋個穩定性。咁我哋因為做完手術之後咧，我哋個肌肉量同埋我哋個平衡力都會比以前差咗嘅。行路嘅時候咧，可以揾少少嘢扶住。咁我哋行路幾個要點嘅，眼望前面啦，水平啦，唔好岳高頭啦。跟住將我哋嘅人咧，盡量拉直啦，收腹啦，腳趾盡量向前。咁我哋行嘅時候咧，慢慢行就 OK 嘅啦，切忌過急。咁我哋行嘅時候咧，可以輕輕扶住。當你覺得如果有氣促嘅時候，就應該停低嘅，休息一陣嘅啦。咁我哋嘅目標係以5分鐘為目標。練習唞氣同行路聽落簡單，但係對啱啱做完手術嘅做口朋友嚟講，都要量力而為。如果練習得攰，就要停一停，唞一唞，慢慢循序漸進咁做。如果你啱啱做完手術，頭12個星期，記得要俾傷口好好休息，盡量唔好攞重嘢啊！嚟緊阿 Nick仲有唔同運動同大家分享，繼續留意我哋啦〜